大家好，我係倉鼠妹妹。今次介紹5隻精工經典包圓面嘅自動錶，全部都係停產款，數量有限。睇中嘅話就要快手啲啦。每隻手錶都係用 7S26 自動機芯，有夜光指針同刻度，防水30米，仲有日曆同星期顯示。第一款係白色格仔面，行日本簡約風，屬於基本款入手。第二款係太陽放射紋嘅銀灰面，配上金針，顏色比較低調。手錶直徑大約37mm，屬於 boy size， 男女戴都可以㗎。第三款係藍色錶面，顏色相當鮮豔。大家如果鍾意戴啲 colourful 嘅時候，精神啲嘅，呢隻我覺得都幾唔錯嘅。第四款係銀白色錶面，屬於經典百搭類型。如果我諗唔到邊隻嘅話，呢隻一定係我嘅首選。最後就係全金錶，呢隻真係相當復古，金色放射紋錶面配上全金色電鍍錶帶，成隻錶望落去非常之閃靈靈，行出街好難睇多一眼。依家銀色降低呢4款手錶，我哋每隻做緊888蚊，3條8。金色嗰款就係1288蚊，全部都係停產款，數量真係唔多，手快有手慢冇咯。每隻錶都有精工錶盒同收據。仲有我哋鋪頭保養1年，同埋可以即時改錶帶。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上嚟我哋嘅門市嚟試戴。有需要留貨嘅話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，或者喺網站直接落單。最後，大家記得要 subscribe 同 like 我哋嘅 channel，支持下小店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